迎收看《Go Go 共学吧》，我是敏华。我们来到风景优美的台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听说里头有人专门在坐船顺批，准备要从台东划到兰屿去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？带大家去了解喽。低着头很认真，他是香港人胡子康，他要在台湾打造一艘龙舟，只是要造船很不简单。初船爱准批，平的老嘎拉佛。而造船的地点，他特别选在台东，因为他希望帮兰屿阿文募款。兰屿阿文为了保育海洋，天天捡垃圾，所以胡子康希望透过行动向阿文致敬。康哥，你当初怎么会想说来台湾来台东做这样的龙舟？是为了兰屿阿文，他要建一个环保教育中心，希望可以帮一帮他，因为他没有什么钱。胡子康本来是香港的龙舟教练，而且会抽船，所以他决定用抽船以及划船到兰屿的方式，让更多人关注兰屿的环保问题。并且搭建的龙舟模型已经完工，接下来就是灌模，然后要找38个人一起划龙舟，横渡黑潮。这里好多饼哎，就是木板。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木板饼哎。我们也请到香港人康哥跟我们一起学饼哎，饼哎，饼哎，饼哎。香港人学客家话有点难，我会好好的再教他几次，所以大家呢也要多练习哦。只是要从台东滑向兰屿，真的可不容易。龙舟准批后，就得要开始训练选手，希望明年夏至之前都得出发。胡子康做公益，也希望报复海洋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听到了子康他的故事啊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我们希望呢，守护我们地球的美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喽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新的词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木板，饼哎，饼哎。第二个词呢就是准备，准批，准批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。造船要准备木板和工具，抽船要准备饼的老嘎拉佛，抽船要准备饼的老嘎拉佛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多多练习，我们祝福子康的计划能够顺利圆满成功哦！下次见，拜拜。